大家好，我個名叫 Tommy， 今日分享下矩陣加減法個計算。大家都睇到個圖，點樣計呢？好簡單啫，左邊一個8加返中間嗰個8，左邊個-3加返-8，中間個2加返右邊個2，中間個-6加返-1。咁我計一次先。好，而家繼續8加8 16，16，2加1係3，-3加返-8等於返-11，-6加返-1，-7，答案就係呢個啦。好，計完晒所有數啦。記得畀 share 同埋讚我，多謝。